是在地新闻，互身心障碍的囡仔嘛会当行出家己的路。社会福利团体甲餐厅合作，聘请身心障碍的囡仔，每个月一届来做服务生。平常时练习只要服务4个人，但是真正就场都要面对超过50个人客。囡仔真紧张，都要边仔的人一个口令、一个动作看看来。但是认真学习的态度，人客拢真肯定。 喝点什么呢？我们有咖啡跟红茶。谢谢，请稍等。菜单干那2种饮料，别人伫记免1秒钟，要过因可能都要规工搁备袂好。来领蛋糕，去那边排队。要安怎行？才有法度正确将这个餐点送到人客手中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因无超强的大脑，要过真想要做好。身心障碍的囡仔用1个时间去学，无要紧，这茶会使慢慢啊啉。 社会团体甲餐厅合作，每个月一摆，请这身心障碍囡仔做服务生，加等一个，互恁行出家己的路。虽然讲这条路并不好行。那你2只手拿好，我帮你放。好，还没有领蛋糕，先领蛋糕。记忆力跟问题处理，就比如说客人问他们，我们要把所有的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列出来。谢谢。 一个人大概最多服务4个人，目前的练习。那所以在学校内的就是情绪的安抚就很重要，就先带他们看照片的环境，然后让他们去想象会有很多客人坐在这边这样。加淡薄鼓励，这阵囡仔会搁较唔惊气氛，嘛会使温暖因的一生。